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总是父亲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父亲的父。这日父就是老爸意思，算是较古早、较文言的讲法。像咱讲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意思就是高生高囝，好生百儿。在咱生活中，较常讲到的词，像讲师父，也就是老师。另外，还有修道人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父表，就是老爸甲老母；第二个词读做父老，这是较有礼貌、称呼较有回时代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感谢父表普通时遮尔劳心苦尽，这间百货公司甲在地父老兄弟姊妹宣布讲，父亲节这一天有优待活动，欢迎大家小少做伙来交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父提供予大家参考。